大家好，我是大连的邵大伦。哇，来去恁兜洗婚书吼，洗甲真正是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。即摆听讲哦，希望我甲即个太上两个人去洗婚书的人是愈来愈多咯。所以啊，非常的感谢大家吼，咱是亲自着咱即个上山下海，每一个无共款的产业去介绍别人咧做的即个吼的代志，无论讲是农业或者是工业，互咱所有朋友来了解到台湾的水啦吼。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。来去恁兜洗婚书哦！来到玉里一定爱食啥？玉里面。我这坐来就看到因咧三面啊呢，哇，真厉害哦！真溜了。今嘛无人要安尼做啊，无人要安尼做太辛苦啊！你两只手落插。我即摆表演你看卖。来，安尼个是做哦。这低温豆头的100年啊，100年啊，要100年。这就是古早人种的传统手工豆腐。你惊手惯啊？你要困去啊？我在想啊，你在想哦。我想我做，你知唔知？